好多老闆都會問我間公司其實適唔適合用 AI？ 你而家用緊嘅到底係咩？係一套系統定係系統加咗個 LLM 就變成 AI 系統？其實有啲嘢已經可以直接交俾 AI 做。我點解會咁問？因為我見過太多公司錢花咗，人仲係好忙，錯仲係繼續出。而家好多系統商都會同你講，放心啦，我哋已經係 AI 系統。但你坐低一睇，其實仲係原本嗰套 SaaS， 只不過用 OCR 讀下文件，再用 RPA 篩下數據，加咗個大模型解讀內容，唔啱就叫人返去改。聽落好似好先進，但你用耐咗就會發現 AI 只係幫系統打工。客戶將 PO 模板一改，規則就要重寫 ，OCR 一讀錯，人又要返工，到最後系統越加越多，人反而越嚟越攰。我舉個你一定熟嘅場景，業務部客戶發 PO 過嚟，有 PDF 有相有掃描件，而家公司點做？打開文件自己字段，一行一行抄，再填返入系統，系統可以幫你傳，可以幫你管，但佢唔會幫你諗。咁咩情況可以直接用 AI 做？好簡單，當你發現人每日做緊嘅都係理解文件、對資料改格式，而唔係真係做判斷。例如 PO，AI 唔需要理你用咩模板，佢關心嘅只係呢張係唔係採購訂單，邊個客戶幾錢，交期喺邊，格式點變都好，佢都直接俾你結果。簡單講就係 AI 系統明白內容，咁人做乜？人就抽查、確認、決定，呢個差別好大，唔係快咗少少，而係你開始唔再靠人硬撐流程。你可能會問，既然咁，點解而家仲咁多公司用緊系統加 AI？ 因為系統商係賣系統嘅，佢唔會同你講，其實呢件事已經唔需要我呢套流程。所以你見到嘅好多都係換個講法，但底層邏輯冇變，換湯不換藥。分享一個好簡單嘅判斷，如果你公司而家文件好多，來源好亂，人手越請越多，但問題重複出現，你真係可以停一停，問自己一句，呢件事我仲需唔需要一套流程去管，定係其實只需要有人或者有 AI 幫我睇得明，搞清楚呢一步，你就唔好再亂花錢。我係 Terry， 專注幫企業用 AI 減負，唔係玄技。如果你想知你公司邊啲流程已經可以直接交俾 AI， 留言 AI 系統，我可以用你嘅真實情況同你拆一次。